學時間啦，又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啦。先睇啲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受交通意外影響，觀塘道往旺角方向近駿業里嘅第3線係封閉，駕駛人士可以用餘下嘅行車線行車，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呢一節首先睇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吐露港公路近科學園，見到出九龍東、中同埋西方向都係行車暢順，分別用到12、10同埋13分鐘，要預返足夠嘅時間出門口啦。跟住轉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公主道南行線近愛民村，用紅隧過海交通繁忙，要9分鐘；而西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3分鐘。咁再轉睇下港島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東區走廊西行線近李景灣，行紅隧同埋東隧過海啦，都係行車暢順啦。再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口交通正常，干諾道中近交易廣場行車緩慢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路暢通。海底隧道香港入口多車。皇后大道中近花園道係交通正常。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暢通無阻。交通消息睇到呢度。